印光大師開示。無論在家出家，必須上敬下和，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能行，待人之勞，成人之美。靜坐常思己過，閒談不論人非。行住坐臥，穿衣食飯，從朝至暮，從暮至朝。一句佛號不令間斷，或小聲念，或默念，除念佛外，不起別念。若或妄念一起，當下就要教他消滅。常生慚愧心及懺悔心。縱有修持，總覺我功夫很淺，不自矜誇。只管自家，不管人家。只看好樣子，不看壞樣子。看一切人都是菩薩，唯我一人實是凡夫。果能依我所說修行，決定可生西方極樂世界。南無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。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，上報四重恩，下濟三途苦。若有見聞者，悉發菩提心，盡此一報身，同生極樂國。